憑甜美外貌同出眾身材爆紅嘅東張女神鄧海文，自入行以嚟一舉一動都備受外界關注。喺去年7月 ，TVB 高層樂易玲嘅生日派對上，一張佢跪喺曾志偉雙腿之間影嘅相，曾經喺網上引起極大嘅討論同爭議。沉寂多時，佢近日終於喺接受娛樂山訪問嗰陣，首度開腔為呢場風波解話。佢解釋，當時派對現場嘅環境非常擠迫，加上現場氣氛好高漲，佢當時只係想大合照，就純粹係攝個位，絕對唔係有心引起關注。面對網上嘅種種猜測，佢斬釘截鐵地強調自己同曾志偉之間絕對冇任何身體接觸。經歷過呢次風波後，佢坦言會從中吸取教訓，未來喺鏡頭前會更加注意站姿同埋肢體距離，避免再引起無謂嘅誤會。佢亦笑言要提醒自己，以後喺熱鬧場合都要保持分寸，唔好太過忘我。